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最近呢，这网络顶头呢有一段 AI 做出来影片，是一个查某学生讲家己是建中呢，佮画量化统一。事实上，大家拢知影，这建中一直拢是查甫高中生尔。就专家提醒讲呢，这中国手段会对一寡较容易接触的这个文化、旅游、美食等等的方式来甲民众洗脑，对台湾进行统战或者是认知作战。 我们是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的学生。台湾是中国的，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几个唔知影穿倒一间制服的查某学生，刷在影片内底讲因是建中的，甚至大声喊希望两岸统一。这段猥亵风书流出来的 AI 形成影像，在各大平台流传。虽然真明显连查甫学校都唔知影，有民众认为一看就知影是假。 不过嘛是烦恼有人会去互骗去。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表示，小红书内底有各种错误假的信息，会去互政府封锁，绝对有原因。这个应该是 AI 吧，背景的那种感觉没有很合。分辨不出来，可能就要接触一下，有没有那个事实查核的一些网站这样。希望我们台湾省省长赖清德能够在2026让我们回归祖国。 即马各种 AI 形成的影片愈来愈多，有的模拟台湾的腔口，甚至愈来愈自然。根据媒体分析机构 NewsGuard 因详细的研究显示，就连 AI 系统本身，恐惊嘛真学辨识这的影片敢是伪造的。团队以 Sora AI 做影片，加做测试的素材，甲浮水印抬掉了后，用3种较常用的开讲机器人来判断。 其中 Grok 有要95%的影片无法度辨识 ，ChatGPT 的错误率嘛有到92.5%，专门来表现相对有较好，不过也是有78%是唔对的。专家提醒，中国的手路为民众较会接受的文化、旅游、食食等等的信息，到后来可能透过演算法闪开平台的主动，对台湾进行统战或者是认知的作战。 美国他们在或欧洲他们在成人教育上面，或老人教育、退伍军人教育等等，事实上都有把视读教育把它放在里头。然后再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做一些影像上面的过滤或者是提醒？那另外一块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很多人事实上把类似这样看影片，他不是用看的，他是用听的。 国家交通安全研究员讲，民众会当注意 AI 形成的标注，用图来找图，也有影片情景合理性这3种方式初步来检查。不过专家认为讲，除了影像，伪造声音要安怎来防范，恐惊是受落来爱面临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唔那咱家己爱提醒，咱的国家也爱变强。这国防部成立着联合火力协调中心，风声讲呢，有这美国人员进驻台美施行联合幕僚作业，也若会防质疑讲，敢是美国有伫甲咱监军咧？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讲，这毋是监军，是台美军事交流已经制度化了。 3台飞弹车做伙发射，声音真响。甲美国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操演实弹射击，台美军事合作毋但是军售。国防部成立联合火力协调中心，传出有美国人员进驻，台美已经实施联合幕僚的作业。不过嘛，防质疑军方去互美国监视。郭立雄驳回讲，这绝对毋是事实，强调台美军事交流已经制度化。 提到所谓监军之说，我这边要特别澄清，这绝非事实。基于自动化的一些机制来进行这些交流，那可以深化各领域方面的合作，来强化我们的防卫作战能力。国军强化战略，除了甲美国买海马斯系统会当发射的 M57陆军战术飞弹、海底鱼叉飞弹等等，国产的嘛有向3型轻型反舰飞弹、向2E巡弋飞弹等等。专家就有并分析。 联合火力协调中心会当协调无共军种，甲装备伫咧烧战的时阵火力的部署。虽然美国可能会互咱建议，不过安怎下命令，要是掌握伫国军的手头。哪一个距离部分针对哪一种目标来实施这样的攻击是最有效的？我想美军现在比我们更有经验，美军在旁只是做一些建议的角色，那最终还是要由国军自己去下决定来执行作战任务。 台美军事合作持续深化，提升反制中国军方的实力。不过最近，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甲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两个人去互立案调查，外界关注敢会加速中国武力拍台湾的可能性。看的不是说哪一个高层异动就足以来推断，我们要以各种的联合情侦手段以及跟友盟交换情资来掌握
各种的征候。你弱的话，的可能性很高；你强的话，可能性很低。你没办法控制他的动作，可是你要控制你的动作。所以你减少这可能性，你就是要强。胡锦涛认为讲，中国若拍台湾，拍赢的机会无大，不过若互台湾内乱，就会增加因成功的机会。呼吁朝野都要做伙支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来降低中国拍台湾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犹原卡在立法院。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呼吁讲呢，这特别条例要赶紧复议才会当讨论。另外，讲到这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今仔日进行第6届海测。本地是讲呢，今仔日会试头一届潜航，并6月来交揽。不过最后是证实讲，犹原是在做潜航测试进程的准备。甲房顶徛袂少测试人员，国造潜水艦海鲲號26為高雄港出發，駛去外海進行第6屆海測，並無進行團工要暢水測試，也停留佇鋪航階段。因為海鲲號比合約進度較慢，國防部照規定，逐工加台船罰19萬。若是國軍持續強化戰力，不過1.25條國防特別條例也卡佇個立法院。民眾黨團嘛，家己提出國防特別條例版本，專案預算上濟修正到4000億，採1年1篇，要求全部各裝備調迄機停。另外嘛，列出美方已經公告的 M 幺洞哥 A7主招炮、海馬斯導攻火箭系統等對美軍購案。台灣人從來沒有人把自由當成是免費的，但是我們付了錢。就要拿到東西，沒有拿到東西是要怎麼樣強化國家安全？國防採購自設機密是高度的政府對政府的行政行為，國會應該將力氣放在嚴審監督、防止泄密身上，而不是在這裡提出自己的版本。面對民進黨團的呼籲，國昌講這禮拜是唔是放行政版本過，愛甲國民黨團討論。若是國防部長郭立雄2人國到立法院，針對政院版軍購特別條例甲預算備詢。你到現在連一架飛機都還沒有拿到，你要怎麼快速投入？今天你要告訴我們怎麼樣去改善這些，你都沒有辦法，付了錢還沒到位的部分。F16沒辦法交機，我們所有其他的裝備都不需要籌購了。你不是只有 F16沒有交機？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必須要透過跨年期的這個特別預算來執行？8年期的一個特別預算的話，這整個的預算的規模，它會是穩定的，整體的需求都納入到年度預算的話，會影響其他的民生經濟社福教育等的一個推動。郭立雄講，國防特別條例應該趕緊復委才當討論，而且到時陣立委嘛，還會當監督3減預算。公視新聞採訪報道。有正多年無舉辦的國共論壇日子是還未確定，有風聲講呢是中共不滿國民黨阻擋這軍購條例表現，故意把這舉行的時間延後。那這國民黨是跳出來批評，講把這軍購和拜訪中國白做伙是惡意的連結。國共論壇開始日期一直無決定，傳出北京不滿南亞阻擋軍購條例表現技術性延前，國用2009年聯合會做例，具體建議國民黨提出實際做法。國民黨副主席蕭玉琴嚴正反駁是歐北講，會漸漸思考採取法律行動。很快的，我們可能就會對外說明了，到時候大家就知道誰在說謊，硬把軍購跟國民黨訪問中國大陸扯在一起，是非常惡意的惡意連結，而且意圖，我真的覺得這個有點像是在選舉的時候意圖使人不當選啊，你意圖影響今年2026年的選舉。所以國民黨真的要認真思考，要採取法律動作。國民黨對軍購的態度到底是什麼？那我覺得這現在也是他們應該要講清楚的時候。已經到會期的最後1個禮拜，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讓國防這個條例復委？總預算案甲國防軍購案繼續下調咧，調下經濟下。前民進黨主席郭台家己講，進前甲民進黨總調郭建民見面時陣，不建議用人工程式法完軍購，煞被故在引起討論。以科批這個快人快語的方式，他其實他的意思是說，人工生殖法案代孕解禁的部分，以及在執政黨他們非常在意的這個總預算案跟軍購案，其實都應該要好好有討論的空間。柯文哲騙台灣人說他支持軍購，原來要拿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拿子公换军购，大家都不能接受。对军购特别条例下条例，国防部长郭立雄发下调野部分党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愿意甲调野各党派积极沟通，希望一点是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应赶紧付费进入实际审查的定数。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这个月30要召开本会期最后一摆议会，民进党是认为讲这南北两党可能会来合作，或者东山条例、离岛建设条例，这个还有这个话公法修正草案，甚至是助理费除罪化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一声拢互过。公投平是呼吁讲呢，就要赶紧来处理公费国会助理专法。也拿赢的立委罗斯宝就强调讲，伫立法院内面就是伫咧比人数济少。助理聘任黑箱，别想增加预算。立法院这个会期上尾一礼拜剩2届议会，按上会有法案大整理。民团讲，由国民党立委吴府定提出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甲国库发予立法委员助理的薪水甲补助，定位做立法院对立法委员个人的补助，等于是替立委助理费贪污案除罪化。公道辩话讲，真正该做的是赶紧制定公费国会助理专案，毋是为着占领助理费，甲经过细粒心头开后门。法案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但有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包含日本、美国、英国都有这个独立的监督机关，它有严格的这些利益回避的规范，还有安全审查的规范。刘亚讲，调也无共识，可能有想要过关的法案至少有4案，除了有关助理费除罪化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法、东山条例、离岛建设条例、甲话公法修正草案，跟民联等等的民团嘛发起游行，按上27早起去立法院向南亚立委抗议。国民党当然有可能延续过去2年立院违宪乱政扩权的方式，将这些争议性的法案通过。你们敢在星期五支持这些所谓的将贪污助理会除罪化，只是为了严宽恒一个人的这样法案吗？你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党产条例让救国团、妇联会席卷国家上千亿的资产吗？不管争不争议嘛，这个在这里数人头嘛，比人数嘛。如果是有争议，我相信要得到这个多数委员的支持也不容易的。请民进党团也尊重立法院的议事的规则，让这个研会能够到1月31号为止。行政院甲国会话讲，宴会期间应该赶紧审议对民生、对国家有帮助的今年度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立委罗斯宝强调讲，总预算有关民生的700多亿施行计划已经处理，也若1条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嘛无阻挡，只要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国际外交真无简单，处处受到中国打压，有真侪限制和困境。前外交部长杨振添呢，伊在做伊的外交部长任内，完成上百个免签证目标。伊在今仔日出一本回忆录，记录过伊做外交工作经历，也希望透过这本册，感谢每一位帮助过台湾外交的人。册内面的相片拢是过去台湾外交的记录。前外交部长杨振添将伊过去亲身的经历写作一本册，作者希望透过这本册来感谢每一位帮助过台湾外交的人。那杨振添在做外交部长的期间，完成建国100年、100个免签证的目标，也让台湾的护照成做台湾人的骄傲。他也了解，要达成百国免签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那时候英国已经给我们免签，所以后来真正重要的是欧盟。因为欧盟它不只是27个国家，事实上它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会比照来办理。现在的政府、后来政府能够承先启后，能够了解外交部同仁所担当的在目前这种情况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应该要有100%的了解。现任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的外交困境大家拢知影，所以做台湾的外交工作真辛苦，24小时拢要有人上班，爱和世界各国交陪，和美国关税谈判，希望台湾在今年会当有更较进一步的成绩。任何一个参与这个过程的不分党派，不管当时的这个环境是什么，大家一起走过来，展望未来。那也期待台湾有更大的一个未来国际发展的一个空间。
杨正添表示，外交部一直拢是一个日头永远袂落山的部会，会有这个讲法，是因为外交的工作要克服每一个国家无同的时间差。每一任的外交部长拢表示，希望台湾会当伫国际局势不利的状况之下，和国较侪国家做朋友。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因为即摆是食饭时间，甚至是拄食饭煞，这暂且莫看甲较清楚。这个苗栗后龙呢，外部渔港遐北边的大摆沟，今仔有民众发现到200多只的死鸡仔，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乱骗。要若县政府的农业处唔敢代意，随派人去遐化验要离开这死亡原因，也对3公里内区域呢加强消毒，含警方要追查这死鸡仔的来源。伫个大屁屁的排水沟啊，内底有真侪鸡仔的尸体。苗栗后龙外部渔港北边王爷宫的大排水沟，日有民众通报发现大量鸡仔的尸体，离出海口敢若差不多50公尺。民众烦恼是破病鸡仔再来遮，拍算要放水流，影响环境的卫生。对人的身体拢做唔好的啊！希望政府可以当抓出这凶手的啊！这应该是在那个点，应该是转角那个地方那个点倒的，因为这个地方都不方便，就是那边倒。然后昨天大潮吧，大潮的话就水就冲到我们这边本来就可以冲到那边去的。当地里长推估，可能是有人载鸡仔的尸体。为保河边的车路驶来到王爷宫大排水沟，挖出海口挖角的所在倒的，想袂到拄着电流，这鸡仔的尸体怎啊对海水，搁跃入排水沟啊！苗栗县农业处接到通报，随甲环保局还有警方到现场，若采检化验要来理清这鸡仔死亡的原因，嘛会展开消毒。目前还在调查，是不是有附近的民众或是外县市的丢弃，那我们会再针对发生地点做那个半径3公里的加强巡视、访视，还有消毒。苗栗县动物保护防疫所讲，现场清点了后，拢总有200多只鸡仔的尸体，3公里的范围拢会扩大消毒，尸体后续会送化制厂来销毁。破病死去的鸡仔、鸭也是鸟啊等等，若是乌白弹条，会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法罚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先这条新闻，唔免走，你绝对走袂去的。嘉义六卡有一个姓吴的查某驾驶呢，驶货车经过六卡一搭较压贴的所在，去撞到一台电动车。历史这92岁时大吊伤倒伫涂骹，是经过11点钟哦，才互人发现送病院，不过已经无开啊。警方调监视器追查，发现讲有一台货车停伫现场，落尾来掠到这个赛车的驾驶。消防人员接到民众报案，六家乡金寮村一位偏僻的山野道路顶面，讲有60大因为车祸倒伫路边。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将人赶紧送去病院。不过，这位60大已经无喘气，也是失去生命。产业道路发生车祸案件，本局立即派遣分队前往，抵达后回报现场为机车发生车祸，有一名男性伤者，年约90岁头部外伤。过身的长辈是一位92岁的老先生。伊伫暗时啊，骑电动车经过这个所在，发生车祸倒伫路边。因为所在真偏僻啊，附近拢是田。经过11点钟，才有经过的人发现来报警。因为这个路口无监视器，警方扩大调查沿路的监视器，才找到肇事多一个车主。发现吴姓女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曾在事故现场停留，设有重嫌。经警方前往吴姓女子住处调查，并比对肇事车辆撞击痕迹及路口监视器后，吴女实坦承有肇事情形。警方指出，因为找到人的时间已经离代志发生迄当阵时间相长，所以无来做纠察。驾驶是毋是借酒赛车来肇事逃逸？警方阁要继续调查。目前案件按照肇事逃逸甲过失致死罪，函送家己地检署来侦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台南安平天尾港的时阵，发生一桩驾酒赛车拢入去骑客事故。警方发现一台轿车的驾驶以违规红灯正越，随便去甲伊砸落来，想袂到这个驾驶竟然加速，就安尼生就拢入去人家厝，加在是无人伤亡。警察局也讲会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上办。一发现这台白色轿车违规红灯正越，警车就随约起嚟，要甲砸落来问清楚，无经过后一秒煞弄起嚟。
就是怀疑驾驶加速咧溜走无单纯，警察一落车马上提醒对准驾驶。那在弄入去骑架轿车车头脆鼓鼓，骑架铁门嘛拢歹去，涂骹流出一堆汽机油。那当时事故真大声，嘛互附近民众拢踹一条。那嘣一声很大声啊！嘣一声很大声哦。对啊，你看那个。他连里面那个玻璃都给那撞破了，被撞到了，很倒衰耶。这件代志就发生在咱安平区华平路甲庆平路口一带，警方发现轿车违规要盘查，结果驾驶心虚，加上驾酒赛车，根本控制袂了，hand道路，驾驶家己弄完，司机甲头壳有刮伤。送病院虽然无生命危险，安尼驾酒赛车行为嘛不是头一届呀。全案无其他人员受伤，审男酒测值达0.85。全案依涉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侦办。台南市警察局为特别防止食尾夜有人酒驾，对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加强处理。这期间拢总处理1196件，并去年同时间增加129件。那事故率是减21件。警方呼吁大家食酒唔通赛车，唔通摕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来讲生笑。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阿里山最近接出现这乌蠅，石山引水道伫这个月10日也有乌蠅出现。林保署嘉义分署就表示讲，这石山引水道唔是爬山路线，向内面1.5公里就是野生动物的生态地，本体就是乌蠅的生存空间，避免人和蠅发生冲突，已经有大过失，提醒游客唔通入去。12日下晡4点外，镜头有翕到一只台湾乌蠅，慢慢伫林地行。伊出现的地点伫石山引水道。林保署家己分署讲，石山引水道挖近绿林山野生动物重要的生态地，周围遗迹差不多10只蠅。去年11月底、12月底，甲今年1月中，拢有翕到乌蠅。我们也在入口处有设置了告示，同时也发布了 FB 相关的宣导，希望民众可以尽量的避免前往该处。山区正在居民发现乌蠅活动的范围愈来愈挖近部落，达邦、鹿野还有咖喱川，这阵啊拢有乌蠅出现。有民众的芳仔箱好亲像互乌蠅食过，拄放的食物乌蠅捌变过。离住家这么近，是这几年会就是比较会有了。原本就是一般的那个猎寮了，就是后来就慢慢靠近村庄了。林保署家己分署呼吁民众最好是要管理是防范乌蠅挖进部落主要的做法。若是有发现蠅，建议保持冷静，慢慢退后再做通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统计，2015年顶半年伫东京都买厝的海外人数，台湾人是排第1名，接过来是中国和新加坡。伫咧日本经营不动产公司的台湾业者就讲，因为去到日本买厝的投资的人呢，本地就袂少啊。这几年也有真侪人是买厝来家己住。业者是认为讲，这一票遍布旅游等咧兴，这拢是主要原因。编开资料为电梯大楼、中国公寓到饭店拢是即马热门的物件。伫日本经营不动产公司的前社长无形刺激，因为这几年台湾人开始时行去日本买厝。这2年很明确的，我深深的感受到客户的人数是在增加，而且不是1组2组人，他们甚至修纠大家一起过来。根据国土交通省调查，2025年顶半年，海外人士买东京都23区内公寓新厝，第1名就是台湾人，有192件，占整体6成。区内就是中国甲新加坡。原来实际找到台湾人买的公寓大楼，入去看卖啊。走进日本人的房子里面，虽然坪数没有非常的大，但是客厅、房间、厕所还有厨房等等一应俱全，再加上距离车站只有短短几10公尺的距离，不管是自住或是拿来投资，都成为台湾人在日本购屋的热门标的。有的人爱买公寓用来出租投资，也毋过这几年日票继续变大，以我5年的日票对台票汇率为0.3落到0.2来算，台票房价等于落1/3，所以有人规气就买来家己住，当作是到日本出差还是旅游时的起点，甚至有人考虑地缘政治风险走去日本买厝。我在日本这边买的房子，它是属于1户建，就是独栋的，价格的话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大概都在合理的区间，就大概台币不到2000万，日元来说的确它就是相对都是还蛮低的，所以在跟台湾的这样比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买起来可能比较没有压力，但是以实际在使用上面，我们也觉得也很实用，所以
在我来讲，应该就是生活跟工作的需求。特别是这几年政治的因素也有一点影响，所以很多人。之前投资当然是一定很多人来投资，但是目前很多人都是买来自住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业者表示，大部分客户的预算拢落伫2000万到2亿台票左右，甲台北房价比无算特别悬，加上开发局势、旅游事件等原因，互愈来愈侪有经济能力的台湾人漂游过海，找找另外一个大的所在。公司国际记者徐淑华采访报道。飞达海外总部 T17、18基地相关土管都市计划管制修正拢通过啊！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讲，按算伫咧旧历过年进前完成签约的作业，咁会安排含黄仁勋来会面咧。台北市政府尊重飞达的决定，不过哪里机关是拢正关心这北市区的交通问题，还有市政府爱量早规划。飞达海外总部决定伫咧北市区 T17、T18，台北市都委会2日审议飞达提出的基地、甲土管等等修改的需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树仔草仔覆盖率要是爱达到今年新的规定80%，还佫有车辆出入口爱照委员的意见来修改，莫影响交通。其他的部分照按通过，按算伫过年进前完成签约。黄仁勋执行长到台湾，那由他来决定哪一天。原则上，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这一个规划。原则上，我们一定会在农历过年前把所有的合约全部签订。这届都委会变更审查的重点有4项，包括放量建筑面积的比率、车路合并、提高高站的宽度，在无影响交通的情形之下，设置车的出入口。不过有议员提出北市区交通的问题，讲东北车路特别动工，轻铁搁要等8年至10年，呼吁市府多爱量早规划相关的配套。辉达总部落脚北市科 T17、T18，但紧邻北市科园区的承德路，即便不是上下班尖峰时间，车流量还是相当大。飞达海外总部按算2029年进驻北市区，同一年东北车路的工程嘛会完工，到时淡水的车流会为大道路甲承德路进入台北市区。未来烦恼讲未来北市区每一天的交通量上济可能加20万外人，到时百面的大塞车。我也呼吁把原本的轻轨提升为中运量，才能应付大量进来的这些人口。那未来我们预计整个交通应该会有20万人次以上进入到我们北市科。假设辉达是2029年要完成，可是如果以中运量的捷运来盖，至少都要8到10年起跳。台北市民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么久的拥塞。交通局回应讲，除了透过号志、取消大道路、紧车道甲慢车道分隔等等的手段来改善交通的问题，嘛规划3条公车班车的路线。另外，嘛建立福国路公车专用道、洲美快速道路，增加大业道交流道，向南平延伸接高速公路。记者综合报道。营造业的工商人数一直拢是前几名的。劳动部伫去年底启动3年的强化职场减载行动计划，头一批就锁定营造业，会全面强制营造业的作业人员拢爱摕到台湾职安卡，才会当入去这营造工地施工，变作是入场的管制机制，透过事先的教育训练，减少工安的伤害。伫高中的活动中心做勘查，了解天棚安怎漏水，也是壁的红毛土落落来的情况，准备伫较长的假期施工改善，这是防水营造业重要的工作。那动工这间营造业者会要求工作人员拢爱有台湾职安卡，才会当入去工地施作。现在合格要考试他就发给你职安卡。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在个别有开班的单位去受训6个小时。考量营造业的工伤人数一直排头前，劳动部公布去年重大职灾的死亡人数，营造业死亡人数105人，占整体4%。亲像有建案工作人员发生落落来的工安意外，变食物人发起抗议，要求各界要重视工安问题。劳动部也要求营造业实行台湾职安卡制度，完成劳检机构6点钟的教育训练，才会当摕到职安卡的认证。没有上过所谓的职业安全卫生的训练，透过这个职安卡的部分上，强制的要求所有的营造业工人，其实这是对于减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职安卡每一年政策上就是要扩大
推动到各行业，只是因为那个营造业是职灾劳工死亡人数比较高的行业，所以它本来营造业就是治安卡要重点推动的一个行业。劳动部讲，去年底开始进行3年的强化这场减灾行动计划，计划把治安卡的训练人数提升到50万人次。头一批锁定营造业，全面强制营造业作业人员爱摕到治安卡才会当入去营造工地施工。雇主嘛必须确认工作人员是不是有治安卡，做入场管制机制。希望上紧伫今年顶半年完成修法，确保劳工有基本的安全知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统计，这医疗暴力的通报数量有增加的趋势。2024年就444件。台北市医生职业工会是认为讲呢，这几年的急诊的卡手无够，等待时间也拢变长，这拢是造成冲突的原因。这个姓林的查甫出手拍护理师，致使护理师的面弄着伤加脑震荡。这个查甫打到院的时阵，阁想要拍医师。这是发生伫台中西屯区中港丁清病院的医疗暴力行为，警方协报赶往现场，直接逮捕。伊违反医疗法甲刑法伤害罪嫌进办。面对每个期间可能有酒醉闹急诊的事件，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分享国外经验，捌伫瑞士日内瓦病院看到政治隔离室。若是急性精神病人，也是酒醉、精神无清楚的病人上来时，也无法度确定病况，会当先隔离观察。不同的文化脉络啦，所以还是细节上还是要思考。我只能说有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在台湾能做的事情，就是医疗人员在个案状况非常狂躁的时候，就不要靠近了。根据卫福部统计，这几档医疗暴力通报数，2020年每档有300件，到2024年提悬到444件，是这5档来上悬数。发生的场所以急诊室上济，阳台是以大声嚷黑白面上济。基础是机体的伤害。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认为，医疗法修法了后，通报数嘛也悬。不过，护理人员卡手无够，嘛是和冲突甲攻击事件变侪的原因。更多的因为医病沟通，那或者是各种的医疗环境的这样子一个恶劣，导致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个不和睦造成的这样子一个言语或肢体的暴力，其实才是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人力不足及沟通时间被压缩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冲突。所以，如果我不着重在前端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只强调零容忍以及事后补救，那只会让这些的医疗场域更加警戒以及对立。医改会指出，观察医疗暴力事件大部分集中伫急诊甲高风险的科别。政府除了法律面的事后补救，应该爱强化事前的检压，加强演练，对源头来避免。公司新闻4家林志坚台北报道。印度进前出现入壁病毒病例，引起附近国家紧张。因为这入壁病毒主要是伫咧果腹这款鼻部的身躯顶头，认为若准食到这款鼻部污染过水果等等，就可能会破病。目前施破抗病毒药物致死率是有58%。咱的外交部呢，已经甲印度克拉拉州等区域列做是第2级的旅游警戒注意。若一关需要提醒讲，未来也会甲入壁病毒列做是第5类的法定传染病。提醒民众去到流行地区，唔通食无煮过野做食。印度特殊的宗教文化，当年拢吸引足侪游客去遐观光。不过最近却传出5个入壁病毒的个案，因为入壁病毒自1998年伫马来西亚头一摆互发现，会为人到担，全球到即马超过750例确诊病例，致死率大概58%。也那咱外交部已经针对印度南部克拉拉州等区域发布第2级旅游警戒，注意疾管署嘛预告会甲入壁病毒列做是甲新型 A 型流感相像的第5类法定传染病。人吃了受污染的野藻汁或者其他的食品，目前的话就是野藻汁是最大的嫌疑的，那不是媒体讲的椰子汁。入壁病毒的自然宿主是蜜蜂，即马有疫情的大部分是为蜜蜂，也是防感染的猪仔。因为接触也是呼吸道烂手为人的，也是人类食到有病毒的蜜蜂、污染的水果，也是椰子、树叶等等，侵头的症头和流感相像。有一寡人无症头，有的是小可，也是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病症，严重的可能会脑炎加一直抽痛，而且伫咧2天以内昏迷，就算讲会好起来，嘛可能有人格改变的后遗症。公司新闻大说敏、周良雄台北报道。
中央伫去年推出着婚育主体政策，高雄市政府伫今仔宣布，对这婚育政策呢，会另外搁再优待。市长陈其迈就表示，新起的大寮社会主体，其中呢，这婚育主体户数会提悬到40%。有囡仔家庭需要税厝，今年的税厝补贴，若准厝内面有2岁以下幼囡仔会加1.5倍。若准这12岁以下囡仔户口设置咧高雄，一个拢会搁再领到2000块。 给了客厅跟3个房间都有一个等式大小的一个居住感。加入大寮社会体建本厝，不论3房、2房还是套房，全部拢有露台。为着要减少少年人的负担，市府2日宣布好消息，那婚育主体趴数要提悬到40%。亲像大寮遮，到时都有154户的婚育主体，有生囡仔家庭，未来不论大社会体还是外口税厝，补助拢会当搁抬价。0到2岁幼儿补贴加码1.5倍。 那0到12岁的小朋友是2000元如果涉及的话也能够加码。那预计可以照顾12560户的育儿租屋家庭。原地中央都提供税厝的补助，高雄市嘛针对生囡仔税厝的家庭另外加码，生一个4000，2个8000，对今年开始加码搁抬价。若是有2岁以下幼儿，补助全部抬1.5倍。户口若设伫高雄，一个会当搁领2000，而且无论大社会体也是家己税厝拢会使请。有民众听到消息讲，感觉袂歹。 恁来讲，你感觉安尼补贴真正会帮助人生囡仔？当然嘛是恩哦，赞哦，我支持政府的。这只有一点点，那生小孩的部分，养育是花很大的花费啊。对，如果现在人薪水还要负担房贷、车贷，那你补助这一点点实在不太够。新年一开始，政府就释出补助大红包。市府表示，大寮婚育主体按算7月开始招租，你税厝补贴的部分，对今年的1月初1开始算。原本有申请补助的人，市府会主动寄通知。若是有囡仔拄出事，市府嘛结合户政系统，寄通知甲民众讲。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 2026的屏东灯节伫咧屏东的冠冕公园开播，有戏剧、歌手甲宴会表演，规个公园是客家甜满满。所以因为人伤侪，有的民众为着要看表演，竟然爬起咧装置艺术顶头，有影是真危险。 大红色装置艺术顶悬有6、7个人爬起来班伫遐，这些人拢是为着要看屏东灯节的开幕表演。因为规个冠冕公园人吵，客袂入去，唔有大人，就连囡仔嘛看样学样对咧爬。那看表演，佫拿摕手机出来翕，危险佫无公德心的做法，好看到的人拢一直害头。会挂着手啊。 嘿，如果说有告示可能会好一些啦。哎，对。但是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哦，当然不 OK。毕竟那是装置艺术，就装置用，就是让别人欣赏，毕竟是艺术品。他没有说可以攀爬，所以如果今天攀爬出事，是你们自己负责吗？民众徛伫头前翕相，听到有人为了看歌车，无顾安全爬起伫顶悬，拢感觉伤吓。官府表示，这个红色的装置艺术叫做藤晶体，是当初大藤滨东厂改建做冠冕公园特别做的大型艺术品。民众黑白白行为已经违反公园管理治理条例，除了处罚以外，卖追究责任。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县府是可以处6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 那如果还造成了我们设备设施的一个毁损状况的话，县府会视现场的情况厘清以及开罚。今年屏东灯节一直到3月初8，伫冠冕公园拢有各种的花灯通欣赏。官府强调，公园平常时拢有保全，后续除了会加强这区的巡逻以外，嘛会针对民众的建议，选伫较隐蔽的所在设告示，提醒民众袂使黑白爬。记者柯明哲、柯家祖、柯超阳，屏东采访报道。 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到今已经4个月啊，负责甲这崩山潭下水的施工团队也已经完工了。不过做大水呢，有一寡涂沙含废弃物拢冲出来，这物件有80多万吨，行政院也编30亿要协助地方处理。 空勤直升机将伫马太安溪崩山湖负责降雨的14名工人人员平安载出，会当为时时拢有生命威胁的现场平安登到山骹，大家拢将激动甲家庭相揽，心里也拢在感谢提供庇护保庇。能够安全的回到花莲，真的很感恩，很感谢。听说事前你太太并不知道你在山上。 还说不会冷，因为怕他们担心呐、其实，在半夜温度都不到5度啊。
即摆负责港澳霸体团体，都是进前解读太鲁阁邦山湖规矩的政府营造头家亲自带14人，那台机区因启程进入为去年12月底用30多日，伫艰难的环境之下，成功将霸体港澳跳水量也为27.9万立方公尺，降到2.6万立方公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成果哈，原因是我们把水放干之后，未来我们对于这个下游，那我们就可以专心来做左侧跟右侧的这些相关崩塌的土地的一个整理。我们还有希望能够做一个安全的作业平台。除了邦山湖暂时解除警报，降雨大水了后，暂时堆放的沙石加废弃物，目前总累积量已经有88万吨。因为土方有掺着粪扫，爱分开了后才会当气化。行政院特别编列30亿处理经费。补助的项目呢，包含目前暂置在第3暂置区的这些全区的管理、沙土跟废弃物分离筛选的作业，筛选出来的这些沙石，筛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去化以及运输的这个作业，最后我们就是把场地做一个复原。另外，马潭溪水头敢也会有邦山湖。林保署表示，因为邦山湖岛边也是有大面积崩塌需要整治，所以大型机具拢也留伫现场，希望会当伫大水期进前做好倒排水加冲石膏，以防止土石搁放落防备河道。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东关山布条啊，进前拢会种一种立备，其中一项就是菜头。这镇公所呢，这礼拜六呢也要举办上千人烤菜头活动。虽然传出讲有民众烤唔对，烤到这个活动场地菜头，即马也派巡守队去保护菜头啊。关山电当年春节进前，农民伫稻田会种真侪菜头，农会也会举办食农教育，好民众甲囡仔去田地体验挽菜头，早登去做食材。刚才那个有教怎么做，就把它腌就对了。稻田区种的菜头原本是农民当年一起稻作的肥，除了农会会邀请民众来体验。关山镇公所当年也会举办挽菜头活动，今年镇公所租7公顷的农地，每第30日举办1000人挽菜头。不过即马说传出，亲像唔知影民众到田地挽走菜头，镇公所紧急派出工作人员，这礼拜无定时会到田地巡守，各采各失败，避免民众走唔到田，挽唔到菜头。关山拔萝卜是我们全镇一起要把这个年度盛宴呈现给大家的部分也先请大家如果要去拔你朋友的萝卜田，先认清楚在哪里再去举办挽菜头稻田区附近的居民也主动加入巡守，尤其今麦正值休寒旅游大月，部分游客会好奇挽走田地菜头。镇公所特别呼吁民众暂时莫进入活动场地挽走菜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日本群魔歌丁要出现伫咧2026年的台湾灯会啊！文化总会甲嘉义县政府邀请日本清心的群魔师来到台湾创作，要做配天宫破马的歌丁。未来3月初7参加灯会游行，正做今年灯会的特色之一。一年一届日本清心群魔节是日本东北地区热天8月份的代表祭典。今年文化总会特别邀请日本有名的群魔师来台湾，参加今年3月份嘉义县举办的台湾灯会。群魔师团队拢总8个人，准备打造一个专属配天宫、破阿妈、千顺将軍、虎爺公台湾版本的群魔歌丁。日本ではあまり神様の信仰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薄いって言いますか、あまり信仰深くないんですけど、台湾におきましてはほぼマーズ様一択で、信仰心がとても厚くてですね。清心群魔是一款以插头、铁线和纸等材料手工做的大型高仔灯，历史上上久会当对1700年代讲起，是日本东北3大祭典之一。逐档的祭典期间，拢会吸引将近250万人参加，而且这届是群魔师让25年，搁伫海外制作大型的群魔高仔灯，背后有真深的意义。今年也是311日本东北大地震15周年，今年的灯会。刚好就落在311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用光点亮象征跨国友谊的睡魔灯笼。
这个活动嘛邀请家机关在地学校和科模团队做伙游行，文化总会毋望会当透过游行决定，伫今年台湾灯会和台湾和日本伫咧文化历史上有更较深的交流。记者第二线谢桂玲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伫咧菲律宾呢，有一架载332个乘客，也阁有27名船员的渡轮往回当地岛屿时阵，率来向并船。这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救到300多人，找到18人的遗体，也阁有24个人失踪。另外一年，这几天两日落大雨，率来水崩山，甲当地砖头砍掉，上无有17人死亡，几10人失踪。救生船慢慢啊划进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人员，赶紧将差一点啊跋落水的乘客救到救难舰顶。菲律宾一架载有332名乘客甲27名船员，来往岛屿之间的货客两条渡轮，启程才几点钟，伫半暝啊，就伫南部丙船沉落去。防卫人员赶去救援时，渡轮顶的乘客拢有穿救生衫，也毋过有一寡人伫海面上浮浮沉沉，等待救援。到目前为止，救难人员已经救去300多人，找到至少18具遗体，也毋过也有24人失踪。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ongoing,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e ship is not overloaded. It has a maximum passenger capacity of 350. Actual passengers on board, as declared by the master, is 332. The Coast Guard has immediately acted on it as soon as we received the distress call from the Sea Marshal on board.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甲海军派出侦察机、空军乌鹰直升机甲民间的渔船协助搜救。当地官员表示，沉船迄日的天气真好，只是下站的甲板煞突然滴水起去，亲像是技术故障，才会造成沉船。不过真正的原因也在调查。另外，一年洗澡花因为连日大雨，造成严重的土石流，将当地的村落掩埋，造成80人失踪，数十人脱离家园。不过搜救行动要因为天气真歹，被迫暂停。一直到隔灯光才恢复。Melihat dari segi cuaca ini, pertama kurang bersahabat, kedua ini potensinya yang dikhawatirkan akan terjadi susulan. Nah untuk itu kami mohon dukungan dan partisipasi dari semuanya agar hal-hal ini tidak akan terjadi lagi dan kami berharap semoga pihak-pihak bisa membantu proses evakuasi ini dengan secepatnya. 因为继续落雨，造成东向机海无法度进驻，拖慢搜救的进度。救援人员只会当用手握。当地军方、警方也查搜救犬甲无人机，希望赶紧找出更较侪受害者。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强烈的冬季风暴吞达美国中西部和东岸，可能40个州2.45亿人受到影响。一寡所在体感温度有到零下34度，上百万户无电通用，上无10个人死亡。因为规个拜六礼拜超过16000个航班互取消，暴风雪一日来有一寡所在雪积甲60公分高。纽约州地区那亲像平时世界车身互真高的积雪看起，无论大型潜水车，还是一人操作的小型潜水车，差不多拢毋捌停过。这波强烈风暴扫过美国中西部甲东岸地区，带来美雪、冻雨甲强风，正这积雪互行人行路真困难，开车时搁较危险，不是因为路面结冰伤骨煞冲浪。We are anticipating the longest cold stretch and the highest snow totals the state has seen in several years. Already, records in the state have been shattered. 纽约州长透过电视呼吁居民避免出外甲开车。纽约市长是宣布日国际学校机构取消实体课程，改用远距离上课，包括地铁甲公车等大众运输也是持续疏运。不过空中交通都影响真大，规个州外超过16000个航班取消。这波暴风雪带来低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降到摄氏零下20至30外度。各州有开放临时避难中心，提供予民众下宿。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bus drivers and the sanitation workers and all those people who are out working. So they're trying to keep people safe. 这波强烈冬季风暴，地苏华府甲至少24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过也是有人冒险牵狗仔散步，甚至提雪小结。奥克拉荷马州的杜尔莎有驾驶发挥爱心，开40年高档消防车到接送厝内断电的民众，也是提供物资给家友。由吉普车驾驶组成爱心车队，协助接送有需要上班的医护人员。The -20 temperatures really hit me hard, so I know someone staying outside, I wouldn't be able to survive it.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这波暴风雪一定还佫会持续到后礼拜，呼吁民众注意低温甲落雪。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有这双生啊鸟禽27要登去咧中国，真侪民众来喊伊消息。在动物园人员的管控下，头顶胖达无手提胖达红仔的囡仔，三步做两步行向胖达馆，要甲上生啊胖达消息。两只胖达暗暝伫27坐飞轮机登去中国，28会到中国的相关设施。伫最后参观日25这一天，幸运抽到参观资格民众，依依不舍甲胖达讲再会。今日が最後なんだなって、一区切りなんだなと思うと、やっぱり寂しい思い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て、でも幸せにな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もありますんで。そうですね。和歌山のアドベンチャーワールドもパンダちゃん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し、日本にパンダがゼロになっちゃうのはなんか寂しいな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ね。日本上野动物园的胖达原本按算伫2月才要行，不过受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影响，中国要求闭园定时间提早1月2行。为此，动物园伫25胖达的最后参观日开放4400个参观名额，吸引108000外人报名抽考。创立台日胖达网站的网络工程师高氏贵普是胖达爸，逐工拢会去动物园记录胖达的日常生活。面对两只胖达离开，伊心内是不知唔甘。1日に5000枚ぐらい撮影しますので、それで計算すると多分1000万枚ぐらいかな。生まれた時からずっと成長を見守ってきましたので、本当に我が子同然の存在であり、そういう大切な子供がこれから旅立っていく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とても寂しい思いはありますね。一旦胖达送转去中国，日本将的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了后，头一摆国内无胖达。虽望上野动物园表示会继续甲中国沟通来做胖达，不过中国官方简单鼓励日本人前往中国旅游看胖达。东京女子大学国际社会学教授嘉永真兴分析，胖达离开检测不是政治因素，来胖达乃当重返日本，将上定日中关系的长河。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3度。宜湖金马马祖对12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